又到年尾，想 plan 返個旅行，覺得去歐洲太遠，東南亞又去到滿，不如考慮下呢個神秘國度土耳其。Trip Life 今期特別為大家推介伊斯坦堡獨家食住玩全攻略，幫你慳到盡。第一擊，直航機票，慳錢慳時間。伊斯坦堡直航來回機票，依家仲做緊22%折扣，埋單只係3748港元起，用平啲嘅價錢享受歐洲級嘅度假體驗。第二擊，人氣景點門票都有着數，去伊斯坦堡點可以錯過全網最紅，好似電影場景咁嘅地下水宮，現時門票優惠，輕鬆慳返22港元，夠你買杯土耳其紅茶啦。第三擊，夢幻體驗 ，CP 值爆燈，去埋附近嘅卡帕多奇亞，喺漫天熱氣球之中飛越山谷睇日出，嗰種震撼真係一生難忘。優惠 package 包酒店來回接送，只需594.9港元，絕對超值。想知更多食住玩嘅私伙貼士同隱藏優惠，所有好嘢都收錄晒喺我哋嘅攻略合集入面，快啲 click 入視頻下方條 link 啦，即刻 plan 你個精彩又抵玩嘅土耳其之旅。